来这件有较离经，伫个台中有一对男女，伫个滨交道前那像咧冤家，结果这个骑机车无戴安全帽的男子，无顾到这个滨交道的路闸高啊，已经放落来，伊竟然骑机车，甲这个闸高啊甲弄断，足以超过滨交道。铁路警察要求伊就要交完说明，公安的硬冲过滨交道，相当会当罚到9万，而且吊销驾照1年。另外，伊甲这个路闸高啊6支拢共弄断，一支1000外块，嘛爱总赔。一个查甫人无戴安全帽啊，哪看手机啊，哪里骑乌托摆对着一个查某的后壁，来到铁骑路口，双方敢若有冤家，这个查某无要插伊，这个查甫不管高啊已经放落来嘛是冲过。这个查某看到了，敢若是行去边啊，将这个弄歪去的高啊甲用好，另外一边弄断去的。别火车通过了，搁留伫路面影响通行。闪光号志已显示，或者是那个警铃已响，遮光杆已放下，仍强行闯越的话，要处罚15000到9万元的罚款，然后还要吊扣驾照1年。如果找到，我们会依法治单告发。来到现场，这个高啊已经修理好啊。不过铁路警察讲，这个查甫人除了上当会被罚9万块，并且吊1年驾照以外，伊弄断6支高啊，1支1000几块，这拢爱赔。